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。今仔日搁要来甲大家讲笑话。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阿爸，你敢知影大人同囡仔有啥物无共？还是对无共？细汉的时阵，我哭撞，妈妈拢足惊我，头壳去弄着倒啊讲呢。即摆我大汉啊，拢足惊我遐弄着倒啊讲呢。啊，你是会弄着倒的？你袂晓去徛伫倒啊边就知啊。随我的，会使互我100块买粉无？袂使。想要食粉？妈妈，我明仔载学校爱交600块，钱你得摕去用啦。较乖咧，唔通像恁老爸遐尼拿两倍哦。爸爸，这100块算我求你的啦。连讲我大汉结婚，若笑你结惨，你一定爱帮我哦。爸啊，买一张技工的火车票，煞坐唔对，坐对自强号的火车椅。唉，爸啊，这你爱补票哦，这票的空是恁家的，我是要安怎补？无啦，爸啊，你买的是慢车，啊你煞坐起来紧车，这你爱补钱啦。哦，那安尼，你叫司机豆豆啊驶就好，反正我嘛无赶时间啦。影片到这结束啦，恁若喜欢这支影片，请分享出去，顺续订来看，就100，每礼拜暗时6点准时好播影片，刷。